讲诗词碑，乾道公，坤道公。请坐下。好。咱敬爱的前人福前人以及各位点燃师咱各位助理、各位领职各位团主、各位前贤大德大家有安。讲师午安。咱今仔日呢做难得会当讲一档世界的亲属教育班所以呢咱王经理呢带领了咱这团小破水咧学习道德经啦所以大家不足我嘛是不足所以中华义今仔日互我嘅要向各位来学习道德经嘅第35讲叫做大长宗所以咱有这好因缘呢，拢就是接着咱天位师长甲祖师皇祖，咱师尊师本两位老大人的大本大德，甲咱前人以及各位点传师的传法，使咱有这好因缘来研究道德经啦道德经呢伊全部经过81章，81章我讲2字尔一字道，一字对，就讲道理啦。所以你会感觉伫个这到这搁一步嘛是讲道道是啥物物件？无名无形无相你望袂着、看袂着、听袂着所以做歹去谦逊的就对啦毋过歹谦逊嘛爱谦逊，歹讲嘛是爱讲为什么？因为呢步不大不响人不款不贤所以咱这看会到足简单的，各位先生，你敢要相信？像这电脑内底有啥物啥物图案题啥，这看会到的拢做好研究的，毋免偌久人去讨啊，就我8个较厉害互我迄感觉看迄手机搁举一支手机这条路有安尼，拢看挂一个组组尔咧，喊一个手机就走出来，你敢知影？足厉害所以这就科技啦。咱这无形无相的自古以来自6150当的时阵，服于圣人，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观鸟兽之文，近取之声，远取之物，始作八卦。所以我伫1000几当迄阵服于圣人，伊就是啥？在研究世在解说什么叫道迄阵是叫做道，无迄阵叫做啥？叫做易。易经的易所以服于圣人讲的易，参咱讲的道是同款的各位先生，并无同款尔，其实伊就是咧讲这它有这个道，因为到咱这差不多2500几当的啥老子就是道德经的作者所以嘛是仰观天文，看天地万物的变化，非常的奥妙啦所以吾不知其名，强名曰道。我毋知伊啥物名，所以我号一个叫做道啦。所以道就是安尼来啦。所以道就是易，易就是道所以咱别人啦，易就是易经啦，道就是道体啦。其实伊是同款的就对啦好，咱今仔日就是要讲这段足短啦。所以迄个啥？短短尔有听互我慢慢来阐述啦搁有请咱做伙念一下啦咱念国语的啦因为互我国语拢讲啥物国语你敢知？叫做台湾国语早我咧带少年的伊讲永丰大哥你讲的台湾国语很标准啦我做安尼你敢知影？伊也无讲你国语讲的标准，讲台湾国语所以咱念国语要紧来，各位请来做伙念来。执大象，天下王，王而不害，安平泰，乐于耳，过客时，道之出口，但乎其无味，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可计。所以你看，伊咧讲这篇，伊嘛是讲道啦。所以伊来讲看袂到听袂到闻袂到毋过咧，作用出来咧，叫做真空心
妙不可言的对啦吼。好，袂讲真情诶，我看来讲一个故事，我袂晓讲道理啦，做爱讲故事的啦吼。这个大象是安尼叫大象章，你若讲真正实的像啦咱阿弥陀佛，各位前咱知影天上阿弥陀佛，伊左右旁倒手边那位就是观世音菩萨，正手边呢叫大势至菩萨。咱呢，人世间的三分就是释迦牟尼佛，所以释迦牟尼佛的左右相，倒边就是啥文殊菩萨，正手边的普贤菩萨。普贤菩萨伊就听一只唱啦，各位先生，咱有印象无？所以是普贤菩萨伊要听一只唱代表着悲愿无穷，悲愿无穷尽。所以大象也是代表着这种意涵。互我发觉讲，释迦牟尼佛来到人世间，伊有来听一只唱来咧，而且个白色的咧，这只唱无简单，这只唱是啥物唱？鸡爷。各位先生，咱咧唱是就2支个尔，伊即只挑6支个。所以各位先生，咱人相信你会当去五圣宫遐，遐着五圣有无？你啊看伊画图，唱真正是6支个咧。伊老师讲的唱咧，伊就代表道啦。所以圣人，就是讲照着啥？伊无用无常啊，所以照着啥？书啦、本啦，各方面来啥？比如道。所以第35章。老子伊嘛是用安尼个方法来比喻道就对啦，各位先生，道是啥？我这故事来参与大家分享啦，有一天呢，一个叫做何浩若博士，伊来咱台湾讲这个专题演讲，专题演讲的时阵伊就开始讲伊的实例就对啦，讲有一届英年伊去啥看着爱因斯坦啦。所以就参与爱因斯坦就伫遐座谈嘛、聊天嘛所以袂讲真情爱因斯坦就攀过啥咖啡啦，请何耀若博士伫遐坐，咖啡就来攀伊头前，安尼就对了，两个就开始谈起来了，这何耀若博士就问爱因斯坦你各方面做厉害，我来请教，咱世界当中啦天上地下。有即个上帝存在无啦？现在在讲问上帝，因为伊是基督教的嘛，基督教上界管就是上帝啊。咱遮咧，你有可能问讲，咱有老母无啦？咱有道无啦？是不是都这样这样问嘛？爱因斯坦伊就拢无回答，嘛是地下旁迄个阿比亚坑诶，就去看一下，看一来伊时阵就参与坐。我这就开始讲啦，就讲何博士，你睇下这个问题真好，我未回答你之前我先问你4个问题，安尼啦，伊讲这4个问题足简单，咱大家拢会当着，各位先生你嘛会当着啦，你想看觅，第一，你讲迄放这细只，各位先生放是这细只，是咱放有偌研究1秒钟海300个。各位先生，你看那帮现在1秒钟300个啦。各位先生，你1秒钟才海300看卖啦。所以伊迄帮特色是安尼啦。所以各位先生，你来看，咱后当去咱困，一只帮啦，你敢困会去？一只帮就无掠到真正无法度困啦，下暗就搁失眠啦，敢是安尼？所以迄帮足讨人厌就对啦，足讨厌啦，咱人较爱啥物物件？公鸡，敢是安尼？是咱人较爱公鸡，较毋爱放迄公鸡就是你困饱，要请物件请伊就咕咕咕，嘛是安尼。一工过一届尔，大家拢爱公鸡，放咧不时不着就拄够讨厌咧。虽然你亲口想要拍落来了就对啦。就太讨厌了你，所以爱因斯坦讲，以前伊的叶有法度1秒钟海300个，送创造的啦。何老说何伯不说别样赢咧，爱讲另一问题，伊讲蝙蝠啦，蝙蝠会晓时就看袂到啦，敢是安尼？毋过以前飞拢袂去蹦入壁，各位先生，你有去想到这个问题无？迄蝙蝠野豹
哦，伊眼前是看袂到的哦。啊，不过了解伊个空间咧规划，伊就是较细。啊，安怎细就袂去摸着，迄做厉害。因为伊会发生一种声响，爱叫出来了，伊就开始测试距离。哦，啥物所在伊回应就知影遐左边，伊袂去弄着啦，安尼有厉害无？哦，所以你看，讲啊也无是啥个创造遮搞的啦。哦，啊，佫一种，阮读家叫做红卡，我毋知你叫做啥啦，鸽子啦，国语叫做鸽子啦，啊，我这个名叫红卡啦，因为伊较红，所以人叫红卡啦。啊，讲红卡吼是安怎伊天生有一个雷达，各位先生，咱红卡咱知影吼，温鸟。啊，你讲人来放红卡比赛，是毋是拢好掠去北部，掠去愈远愈好？啊，这蛮放伊呢，啊，足奇怪呢，因为互我较早还袂请到之前吼，我咱捌试过红卡。啊，我咱捌操比赛，啊，毋捌定定啦，我这个无骗命面的吼，对我无缘啦。啊，我摕去台巴放咧，我还袂等来到厝边才红较够啊。比我速度较紧，因为放应该要直直飞啊。各位先生，你敢有想到一个问题？咱天是虚空啊，敢是安尼？啊，是安尼，不但是了吼，伊才会知影往哪个地方跑，敢是？所以红较比咱强。咱莫讲啥，咱就一个人去一个车所的所在来等了，你就忘去啊啦。啊，当时来跋一倒啦，我买一倒转去啦。敢是安尼？红卡袂呢，做厉害个打伊飘一个，伊随知影伊有头壳有一个雷达啦，伊知影东西南北一倒啦，伊知影因兜一倒啦，所以就往迄个啥回家就伊就一直飞。所以伊就问讲何博士啊，阮鸟红卡的雷达是啥个装的啦？安尼啦，啊，佮第五种、第四种，伊讲我看这个表啊，世界上较有名的啦，一粒无几万块啦，啊，你啊看啦伊这个表啊一单佮差差不多2秒至3秒，各位先生，一个表啊差2秒3单一定有够重啊，就对啦，无这个比这个表较好个啦，爱讲是安尼看天顶。咱举头开花的车道是千万万点咧，你敢知影？就甲讲咱的太阳系就好啊，咱的太阳系有啥？有金星、木星、火星、海王星、冥王星、天王星有无？月亮甲地球，是个啥？绕着太阳走嘛。所以你看，各条车道拢有个轨道咱这大这个地球咧，伊会自转佫会公转公转就是伊会射太阳。射一日，所以咱地球射太阳射一日拄啊一单，合1秒钟都无差咧。各位先生，爱有厉害无？爱射偌久啊？毋知几亿万年啊啦，分秒不差啦。伊讲这是咱要人创造的啦，各位先生。这敢是你创造的，还是我创造的，还是咱前人还是父前人，各有点人创造的？应该都毋是嘛。敢是安尼？这就是脑部的运动。所以啥物叫道在天叫做天理，道在地叫做地理，道在人的叫做心理。安尼啦，就是，所以讲车道伊是咱遐坐白相碰，迄车道参车道地叫做啥球啊，参球相碰去了，叫做世界末日咧。敢是安尼？所以脑部安排较做好势。你该安怎转，该自转的自转，该安怎公转的公转，爱绝对袂去相碰。迄叫做天的地啦。地咧，地理咧，地理足简单，你来看，咱即个菜瓜咧大厝啦，敢是安尼？你菜瓜子啊放落，伊就自然就啥？菠菜地点啊，菜瓜会芽出来。你啊洗个，在大肠啊，伊一定洗菜瓜互你食。伊袂讲你摘菜瓜，大比洗空瓜，有可能即个代志。所以叫啥？地下理。你种啥物因，就种啥物果，绝对的就对啦。胜利咧，防治精密疗法，管治叫体重有病，迄就是咱的胜利，就是咱受兵术一直啊，管就到遐，咱的胜利都完去啊啦。所以咱今仔会讲话，会来一班，会啥做一切动作，各位先生，无这个胜利来带动，咱无法做这一切动作。这就是道，就是安尼。各位先生，对道较认识啊有。所以道，大家拿道呢，你拿道，伊拿道，伊拿道，伊就我道，咱大家拢是道呢。所以道看入来，就是咱的自信。
性啦，就是你的佛性啦。所以你嘛粉，伊嘛粉，伊嘛粉，我嘛粉，咱大家面拢就是粉嘞。所以不要小看自己呢，所以呢，这就是啥？你讲大象，讲这个啥？安尼，讲执大象，天下王急，各位姐姐，急就是过急啦，咱是要过啥较好啦？各位姐姐，你即世啦，赚足侪钱的，好伊钱也过条条，安尼嘛是袂歹啦，敢是安尼？你讲我咧做大官，我做总统，你就啥？一寡来传世啦，安尼迄嘛是你啥？迄嘛是好啦，所以反正咱一世即世人，你是要一钱，还是要一权，还是要一啥？一名一利拢会使。毋过世间钱、世间用，世间无伫个拢无路用。各位先生是安尼。就即个啊，到尾你了，你看我都早当年，不可能啊。毋过咧，一即个物件完全拢无啥，无保障。时间到啊，人在人情在，人去咧人情无，无人情当去讲啊。无要接啥物较好？大道。咱择善而固执，重大的啥？好好的、牢牢的什么把它把握住，所以呢，中国讲行之者，即先而后即之者也，所以就是啥？要咱择善固执，择善固执什么道？啥物会当无，袂使无道；啥物会当叫歹去，道袂使叫歹去；啥物会当叫无去，道袂使叫无去，知道？所以叫执大象，所以各位浅浅。道化了咱人体就是咱的主性啦，咱的佛性啦，各位先生。所以韩老前人定定讲一句话，伊定定讲一句话印象足深刻就对啦。伊讲无袂着的是阮做主啦，无袂着的写修行啦。各位先生，你的佛性你有讲着啊无啦？敢有讲着啊？早就讲着啊恭喜哈，咱敢讲着啊？其实咱就拢无讲着。咱的道体，咱的佛性一定爱摸着。你摸着了你会足欢喜。所以咱较常转来叫做还应。找你的本体。所以叫做看，你若保掉咧，安尼。而且啥？诚心保守，保守啥？保守你的佛性啊。保守啥？保守你的佛体啊。所以叫做执。无执袂使咯，过来，天下王，就是讲这个道，像台语讲的，道哪像水安尼，有够老的啦。以易经来讲，水叫做汤罐，汤罐叫做啥？无孔不入，较细方伊嘛断落，足厉害，水真正够厉害咧。迄较早就是条梯花啦，结果去迄啥咧？迄狗牙撑开梯花已经唔塌。结果咧掠，爱摕话掠是水会放去啊，因规整个人啊，所以有一个农夫看成安尼掠，你敢知伊这是件足伟大的代志？安怎？伊都赶紧要用大补，已经补袂有啊，一直憋去啊，所以规个人拢大条的啦，规个人拢从迄啦，伫迄铺底遐迄树啊，我规身人拢大条的，都拢唔敢讲，唔敢走。因为无大条的迄水一直挂，迄天放雨了落啦，规整拢用了了。所以拢牺牲家己呢，无拍伫遐咧，规暝拢无转去，嘛拢无困，就趴伫遐，无伊也离开放雨就去了啦。咱半暝迄落透早开，当迄这庄脚人，拢去做事。看着哎哟，啥物人啊？你来甲趴伫遮？伊讲较紧的，去叫人来斗用，无即天话去互狗仔已经蹭汤去啊，准备要放落啊。无来较紧来用无好修理用好，叫放去规整就去了了。所以惊一个，往去调做点调做点人来赶紧，紧把离开慢慢迄土较紧的，安那处理开，各位先生。所以你看迄道就像水安尼，无孔不入呢。各位先生，你敢要相信？真的呢？所以你看，是人咧犯道，还是天咧犯道？迄叫人犯天作啦。所以你只要刚开口，只要你开口，仙火一定出手。你免惊道无啦。你也看咱前人啦，真该去度迄落啥，去度台风。
伊就带咱王志礼就来吃嘛，啊，几个前线员嘛，吼，啊，搁带2个翻译官，哦，安尼看时间到遐，咱拢无办，拢无办人嘞，敢命咧？啊，足奇怪哦，前线伊一挂人就位哦，啊，叫，啊，想要去租厝啦，是要吼，要找一个吼落脚地方嘛，哦，啊，有一个人，哦，就伫内底营业无创啊，啊，就看咱前面迄群人哦。啊，咱一行过伊是要创啊，就下手啦，你过来，哦，啊，拢讲英语嘛吼，啊，客官你过来，哦，啊，前面讲来到遮，哦，机会就有人去拗叫啦，这好，第一个就是从这个啦，就是安尼啊，哦，咱印度的队伍就是安尼开，啊，就一就啊，问话讲，迄个就会使你讲包租公啦，讲伊足侪，迄个足侪厝的吼，专门咧租人啊，所以免做吼，逐个月都吼，有细就对啦，安尼啦。哦，所以因无用咱伫遐泡茶，啊讲啊你在哪？你在讲啊？伊讲你即棍啊无共款，不一样，就是气质啊，各方面就差不多共款啦。哦，我来请你来请你看咱来啉茶。哦，所以你看伫迄个经营啊，各位先生敢是难得到。上天安排好啊，去到遐就有人来接进去啊。所以你看咱去印度第一个人多就是即个人。所以叫天下旺。哦，天下旺什么意思？天下间的人较紧嘞，佛门大大开，祖名快来，大家拢来求道。哦，求道这唔用刷去啊，较紧嘞，导入，导入道中。哦，所以叫一首诗啊，这首诗吼足好诶。伊讲千江有水千江月啊，万里无云万里天啊。这句吼就是讲啥？咱的卫生的功夫叫做内圣的法门。哦，千江有水千江月咧，叫做外王的功夫。哦，我是解说万里无云，上解重要就是这两部分。各位姐姐，你心中有魂无啦？哦，不是分别的魂哦，就是无魂的无魂哦。是安怎有法度万里天？伊就是伊心中一定无魂啊。哦，所以咱今仔日是安怎无法度人成就，就是啥？哦，咱一定主为开天，口为辟地，意为以降世。来到伫世间经历，拄啊行到6,900,042担，这也叫拢算得出来。所以你来看，人转曲转人转来到遮咧，咱就变安尼啦。哦，咱这就是安尼啊。所以是安怎咧？因为是气病所苦，不了所变啊。8条咧，我度这气病所苦，不了所变就是乌魂啊8条咧。这乌魂就是咱常常讲的贪、嗔、痴、慢、疑。所以汤丁鸡咱拢捌听过了，慢吼，我讲一个啊，慢就是骄傲啦，傲慢啦，天下无人，我上高啦，我上强啦，我上高啦，安尼啦，这种骄傲的心啊，叫做慢啦。疑咧，疑上可怕，叫做疑心生暗鬼。所以你看，咱是袂拢相信讲道经、地经、天命经，敢是安尼？你只要一点点啊怀疑哦。都唔是真的啊！你也唔是真的啊，天命也唔是真的，我讲去了。只要你有一点点的那个怀疑你免修啊啦，因为已经啥无信心。所以我就鼓励大家，咱对道一定要100%的信心。安尼较有讲是啥？有始有终，必修修到解决定论，不然我多呢。所以各位姐姐，咱进无法度万里无云万里天，为什么？因为拢叫乌云大条嘞。所以咱这边修的这个功夫就是啥？拨云见日。我请教各位姐姐啦，准这几样落雨啦敢有太阳？下雨天有没有太阳？有是有，为什么？因为叫乌云长条的嘛，看不见啊。太阳呢，是乌云的阴影啦。所以嘛，咱今仔日唔是要修自性，自性免修。好奇自性本来无足啊，太着修。好奇自性本来心蛮佛啊，心蛮快啦，为什么还要修？不用啊，本来就清净啊，为什么还要修？不用。无咱要修啥？魂乌魂。所以咱真的是叫乌魂卡条的，咱叫变不要开。不要开是做自然的太阳光都射出来嘛。你自性显啊，自性显了，你地位来开啊，就这样子啊。所以各位姐姐，伊这句诗就是啥开悟的诗啦。所以咱现上该重要要做一件代志，就是拨云见日，心中无物，
哎，迄个魂吼破开了啦，你来咱万里无魂万里天啊。为什么？各位前姐，你看咱的佛是五功能。哎，咱的自性哦，啊那过万3000代千世界都有自性的，你看没？整个都是呢，而且咱的就是无来无去都无代志。哎，是这个哦。哦，啊，所以你就爱去找到啥？你有佛性本体。啊，你唔叫我做啥？万里天，有变那万里天。哎，哦，啊，当你真正开悟的时阵，心中无有爱的时阵，你爱做一件做伟大的代志，叫做千江有水千江月。啥叫千江有水千江月？哦，水代表智慧，水代表根基，水代表做对。所以只要有缘的人，你就爱讲起来度。你是一条过命嘛，敢是安尼？哦，啊，一条过了啦，千江有水啊，哎，千万万的水啊。哦，啊，所以哦，啊啦，只要跟你有缘的，你会使啥？独身一心，爱将平天下。哦，赶快去做。哎，啊，一个度两个，两个度四个，四个度八个，叫做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各位先生，咱一而生哪是安尼啦？哦，本来就是安尼啊。哦，咱本来嘛无遮济人的，敢是安尼？哦，啊，所以是咱单前人，各位点算的努力。哦，啊，伊多怪，大家即开，哦，即开就一班就大班的啊。哦，迄是咱伊都有一个高一班的啦，菩提心贵班的，啥物班的拢分开呢。搁且会记无？咱家咧开班拢有偌济人，即间哦，这甲比呢，吼，敢是？你若你参我别者，你就知影吼，咱较早拢捌看着叫啦吼。这甲比呢，真正咧，这甲后壁拢无路咧，后壁泉水伊要坐也无路咧。啊，外口吼，拢啊排甲拢六个，拢伫窗仔门遐咧听咧。有无？咱着叫，会叫咧。哦，啊，所以即摆有学界的，啊有啥物的，毋则哦，咱分一个高一班，分一个菩提心贵班，分一个咱老人班。哦，咱老人班无讲啥咧？哎吼，啊所以你看看，啊所以老人班到这个道理人听啦，少年班无这个道理人去听啦。哦，啊所以嘛是袂歹啦。哦，啊所以你看，一个建议了。带动咱咱几6000个人出来参考所实，是毋是足不简单？叫做啥？千江有水千江月。哦，啊，毋是咱台湾拢尔咧。哦，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大陆、香港，有无？哦，啊，真正千江有水千江月啊，是传出去啊。哦，各位姐姐，会记哩，到咱的身躯，真道传到咱的身躯，咱袂使伫咱遮断转。咱就继续把它传落出去，知道？哎，这就是咱责任啦。哦，啊，所以哦，会讲的，各位先生尽量讲；会办的尽量办；会做的尽量做；啊，袂做的，安那祈祷，哎，多量叫培育，互咱的道有会当弘典，各位是功德无量啊。哎，是这个哦。哦，我定定伫遐想一个问题啦。哦，本来可能参加大家有关系啦。我今年65岁啦，安尼啦。哦，以咱台湾统计啦吼，迄个分到会当活到75岁啦，平均啦吼，为了活到100岁嘛有啦吼，哦啊为了活到30岁、20岁嘛有啦，啊就平均年龄分到会当活到75岁。75。啊，天道咧，活到70岁，平均年龄。啊，各位前几天吼，我出几张啊？各位前，啊你出几张啊？你感觉伫遐讲这吼，我一个前10几讲，哈，啊我咪4、5届啦，我要恐怖啦，哦，是咱来使讲，我出几单个爱甲紧跑起来，啊无真正咱无偌济时间通去换咧，真正咧，哦，你嘛讲倒去往前去阵好啦，我要来拼啦，我要去国外开放啊啦，我要安怎讲咧？哇，各位先生，是不是这样子？真正咧，所以咱去卡会赢会走，哦，会当治理各方面拢足好势，哦，安怎？咱有法度过去一路去发挥，哎，哦，啊，所以你看我就达到啥？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啊！啊，叫做天下乌。哦，你是要对台湾乌尔啦？哦，咁是安尼，一天啊，哦，200几个国家吼，拢有法度做去，尽量去啊做就对啦吼。啊，讲乌日不害，就是讲你由来修道，绝对无害的就对啦。哎，哦，各位先生你要看，咱阿未修道进前，甲你修道后壁有啥物无共款？真正很大的改变了，是不是这样子？哦，真的啊，从我来讲，我还未收到进前弄榴莲啦。哦，这老人家也讲这个话啦，弄榴莲听的吼。哎，无所事事啦。啊，你上班趁钱尔，啊嘛诚稳的。哦，啊，你袂平200块
龙游边，钱咧，钱也无较济啦，啦，迄个钱吼，永远就无够开就对啦，这穿到了咧，各位先生，人生大改变。你较早讲要叫我开车讲课，无可能的代志啊，拍死我网较袂啦，真的啊，伊咧随时就知。迄较早我迄大是非咧，真正咧，我足无勇气咧，我做内向的，对啊，查甫人嘛内向的，高中迄阵我还记得，阮参加一个救火团的活动，10个人一大堆，一堆啊，一直伫咧臭皮啊，要做啥？自我介绍了，有简单无？自我介绍做简单对无？我伫我边仔迄个开始自我介绍啦，伊喜欢啥篮球啦，啥，讲，我迄阵心中砰砰，是安怎？紧张啊！我紧张着草咧揪，头前揪到规个拢无草啊，对不对？揪到我的时阵我是陈友安尼啦，草爱揪我去啊！你看我迄阵的我是安尼，这个我结果我甲大家真讲，我惊死人诶！这就是上天造化啦。分长有互咱这个空间甲时间来做了解、做学习，咱才有这个机会人进步啦，会前进，所以是咱来感恩。感恩。我咩咧？事实的啊。所以话，咱这场咧修道咧，绝对有好处无歹就对啦。所以孙子老大你看来讲，入古门不平，出古河不腐，就讲你只有来，保证你也袂死的。当然啦，你若讲我要欠到买一间厝这厝开到够悬的。恁遐我唔知啦，阮大家较早一间厝拢700万，就买到10个平了，这拢千外万。你若看咱一个月你3万块，你要买一间厝1000外万6万你搞买着啦。我偌困难的1000万，一个月3万块，搁要顾3囝4个囝你讲甲我度，真正无度呢。所以我讲这个少年足可怜的。我恁阵买厝一间100万、200万就变变去啦，现在千外万，是不是？所以你看，你讲你自我是得，绝对互你咬着，袂互你得着，保证啥？有钱人互你趁，所以各位先生，咱若要趁钱我是讲讲要趁钱啊，真正，这华宝加报过啦小户靠手啦，中户靠头啦。小户靠手啥物意思？就讲我都无啥物专长，我咧上班，一个月领2万块还是3万块，我有一个问题常常上足久的，是怎问啊？各位先生，咱迄阵是袂攞领3万块，我阵咧上班，伫咱交流这边一个月就3万块咧，这个少年咧紧嘞，嘛是3万块咧，3、4万咧，这个3万块是足好用的咧，敢是这个3万块咧，这个换了万仔囝就无用，这个换了万仔囝就无用，无够用啦，真正无够开啦，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咱既然讲要小户可以啦，就客气啦，你上班3万4万安尼去啊，安尼啦，小户啦，买厝啊较困难啦，你若大好囝，大好囝较困难啦，无要做啥？中户靠头，这个厝了，敢知影？所以我建议咱大家要进来做教书的，这个口才电脑做好过，真的啊。所以我讲，你自己电脑免炸，我自己嘴炸去就参与变起来，安尼，这摆安那，像咱做生意也袂厝啊，我一间厝好啊，卖你，有可能10万就有诶啦，我都有趁比咧上班2、3个月就好趁啦，是比中户靠头，各位先生，来大户靠什么？靠头，不是，靠天呐！你若真正要大富大贵，你要靠天啊！你若天无做，你外讲嘛，你到富了，无法度就对啦。真的咧，我讲个实际啦，咱学校较早就是一个工名就是严明庆爸爸啦，严明来说爸爸就对啦。你敢知迄阵差不多40年前有伊就参咱家人去开阳市甲保安来找伊啊。迄阵咱台前人只是咱周前人，讲咱国外拢无读迄个无道夫咧，咱周前人无第一句话。是感谢慈悲，帮我派的人才招者，迄阵人才少的，所以打招一个天道尔，就是干领袖，2个拖来落去，迄阵咱要出国嘛足困难的，因为迄
搁卖啥？卖了米粉，哦，统一摆的米粉。伊个米粉是一袋2点4呢，是规数经个100几包迄种的啦，哦，做中盘商啊，哦，啊你敢知伊出去3个月，伊妈妈因某啊，爱顾伊干妈店，啊搁哪照顾5、6个囡仔，哦，就平均兄弟姊妹就对啦，5、6个拢因某爱顾就对啦，一个组人呢，爱顾遐，啊搁米粉呢，米粉伊无路赚啦，所以人啊讲啊，某女人啊，我要米粉呢。伊讲拜托个啦，阮阿无伫个，你家己载一个，我做人无法度诶，啊，人管管无法度爱送。哦，啊，这生理人上都要倒位啊，无爱啊。哦，你也毋知我即来我去北京吼安尼，结果你敢知？今日就伫遐办啦吼，所以互我毋知讲，咱是真正讲一句话，一个人才一定爱18般武艺，该练啦，逐项拢爱会啦。安怎讲？哦，迄今日就同我讲诶，讲伊去遐第一找就找好啦。哦，第一个人做啥？迄个做伊厝的人，第二去买家具，讲你一届去买椅啊，想要买这椅啊了，一届拢买1条命尔，敢买2条？为什么？叫你1条命讲的，吼，椅啊还得买了，还得倒来啊，对啦，哦，伊就是安尼办的啦。啊，即摆要办桌啊，就去买花，买花就办干啦，大花地花的啦，哦，买果就大花就买果的啦。啊，即摆多一个是人爱栽转来。各位姐妹，咱知影新加坡参咱只开车无共款哦，方向不一样哦。咱这是靠右走，伊是靠左走。因为按道路是这嘛是对了对啦。哦，今日个起了学才会开呢，我无你太晓讲啦。伊讲太会知啊，白去吼，我就甲开啊。啊，平常拢啦，载着先来救道啊。即摆载着先来救道，来开始哦，先来挂号，嘛是伊，就载着先来伊啦，多人伊啦吼，啊，载这个啦，哦，载人阿姨啦，来咧。挂号阿姨啦，小标本阿姨啦，来开始办桌。办到一个要怎办啊？一个点办书啊，一个人才要怎办？伊讲照办。就伊做上咧，画好，写俩画，完了就对啦。伊可能包办嘛，3位、4位、5位、6位，通画，一个办人个就对啦，就袂个，真正有够厉害。哦，即摆都办了啊，工商部，伊飞去台下去工商部啊。公布了啊，伊就交代吼，咱就周前人来，请周前人来准备开始。哦，伊就留意啥啊？去厨房煮物件，煮点心，准备等下1点心。啊，即摆啦，煮好了，就人真侪就讲好啊。哦，就饮困，天本来吼，大家食食，点点食食，伊搁开车搁送伊转去安尼，过先生。我业到这是几18般不止啊！哦，好厉害！啊，你食啥？咱是知18般武拢会咧。你又讲我还上尾了，我袂下咧，我操啊！上尾就一个看咩啦？你在讲我一样就对啦。所以说因就是安尼办桌的啦。所以阵开放了吼，转来3个月一定到啊，转来，无转来袂使啊，伊签证时间一定要转来。转来了，安怎？1、200包的米粉拢生糖啊！哇！去了了啊，你讲生糖，因为米粉啊，每当放3个月尔。哦，伊迄个进前拢寄回啦，所以拢超过时间了，米粉拢生糖。哦，转来了我惨啊！你啊就办总办个啦，赶紧，看过来来，这处理掉，搁寄新咧，哦，搁是安尼。所以你看，当年咧，伊为着有牺牲互咧拍拼，上天绝对会高伊。像这个哦。啊，无偌久吼，就一个人就对啦。讲感谢啊，我这地足水的，你敢来看卖咧？我今日要去啊。你这个四角角，方方正正，很漂亮，啊，大地，唔系日本啊，几分我唔知啦，足大地啊。我就是听人买开。伊讲无一个月哦，伊讲可能成本派来就对啦，一个想要买就对啦。我讲你啦，感谢啊，听讲你买一块地偌水，我来看卖咧。就真正去看介意哦，当场下定金，随人买就对啦。简单就同我讲啦，伊无讲偌济钱啦，伊讲着进买来1个月了，搁来卖去，趁偌济？伊讲拄仔进眼睛里那大一间厝啦，我估计至少500万啦。各位先生，大户靠谁？天啊，靠这个来收我啦！你也要搬哩，是几百万的，几千万咧搬咧，是实的啊。请问题来啊，各位先生，天哪要做你啦，到晓得？咱这地人他要做伊，他要做伊，他无爱做我啦。咱地球60几米
是安怎伊嘛无要去做，你就要做你。足简单的啊，你先来做天嘛，天就做你啊，是最简单。就那时候你去天堂上班，哦，上班无时间到了，我是自由的，不是这样子吗？啊，就自然的嘛。啊，你为上天办事，上天就做你啊，就这样子。啊，上天要做你哦，我讲，如果人破败有1000万买，300万就买互你统赞，你就抽到了，咁样咧，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咁袂使，保证袂使，顺势了，你若出国好不啦，你也无入来收到的，也袂偌好听啦，咁是安尼，咁过啦，咱过日子啦，过面啦，不过你会当想干啥，介500万入来，无可能嘅代志，咁是，所以我哋不害，安平泰，安就是无事啦，就讲咱今仔日这个代志爱心安理得，各位先生，咱这上面是代志心安理得，请靠寿心，心安理得，你有感觉无？我较早会记得还袂清到进前迄食鱼啊，食到心不安理不得呢，真诶，因为伊饲定个伊嫁着遮啦，敢是安尼？你袂记讲阿舅提前嫁着，你感觉真诶啊，我一工啊伊嘛伤溜，我若20-30担，嘛去提前嫁着啊，你都无食鱼啊，你有鱼饲，袂你食鱼啊，食去嫁着啦，嫁着要安怎？人讲吞一尾饭团吞落去啦，这吞得愈严重，炒得愈深啦。一个就讲你去人讲话，我不服啦，我服咧，一杯啉的，无感觉，搁一杯，连续啉3杯，啉袂落啊，饱啦，3杯好啦，无啦。到尾边啦，去找迄遐隔壁找来见开无遐谈个咱来好整个咧乌叫嘛对吧？是心不安理不得啊，所以祸水搁顶上，也是天高寿心，绝对袂叫嫁人，这是。也是心安理得啊。而且咱食菜拢不欠啦，免就讲我食半斤就要用8秒，食人1斤就要用10万秒，唔免安尼，心安理得。赢咧叫做顺利心平气和。就讲咱处理代志，啥物代志大项的时阵拢是心平气和。叫做万言通达，一点不陷。来应对的时阵你逐项代志你会当处理到非常顺时的对啦。再咧叫做升华，要怎升华？我搁来讲一个故事啦这个故事就是当时卢先祖来度柯仙姑，安尼啦。柯仙姑迄阵修养足好的啊，三道经典拢足摆的卢先祖知影这个啦，伊做好，所以伊就啥，交后壁度就成功的。所以你看八仙拄我其中一个是昆仑尔。讲到遮，佫一个人举出来我就跟你讲，你看咱台湾拢是昆仑特别多，客人拢较少。咱这摆咧算足济啊，我去香港，你敢知影？要到50个人，49个拢昆仑一个查甫尔。你查甫成讲伊足歹势啦，讲无要紧啦，我嘛查甫尔，全部咱用言啦你较紧嘛的啦，所以现在，各位先生为什么这样子？这叫做昆德应运呐。无你看64代祖，遐济个70几尊啊，拄我一尊昆德尔，其他拢啥天德，哪是安尼？拄我师傅老代志，其他拢昆德呢，遐拢天德呢？为什么？听讲昆德是骨肉之体，所以要修真正更较困难啦。可以是古早时代啊。这无共款啊，这三座普渡，只要受名字一去了，地府求名天堂挂号，太迷信，大家嘛信，所以这叫做啥？昆德应运啦，好，你看古早时代，八仙啊，8尊呢，拄啊一尊好仙姑昆德俩，其他拢是天德呢。所以我建议咱昆德爱好好把握这一次三草普渡的佳期。这届也无成袂使就对啦。我照着咱细老师讲的，你就会骑车，你用车冲过啦；袂骑车无，你嘛用走的啦。你也袂走的，你嘛用行的啦。你也袂晓用行，你嘛用爬啦。袂晓用爬，用蹲的啦，蹲去就对啦。真正的，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这届很难得困到一年。你看咱这种东西困的呢，是不是这样子？困的用的。
哦，啊，你讲前道就无路用，有咯，前道我来讲，春天的叫孙勇之体，咱要修行这个太简单了，看你白慢尔，一步一跳，一步就搞完嘞，各位前辈敢知影？所以各位前辈，这个就是啥？有钱做道有成功，所以有钱做来到有成功，爸爸呀，伊爸爸咧是中药啦，中药房啦，就是条讲就讲来，老板。我要找死人药，干嘛出好？爸爸有啊，阮遮这些阮这间上大间，阮这间也买回去，要想要找啊。讲完了，我要死人药尔，最简单诶。第一药叫啥？加和散。第二叫顺气汤。第三叫消毒饮。第四叫化气丹。伊爸讲应该有，就甲变，伊出不大间诶，伊真变诶，变到着啦，变到我2点外就讲咧。人袂歹势哈，我哋有咧，咱唔係靠錢做，你攞邊講無咧，安尼就對啦。目前就講不管，你有講有誒，有你來學我，安尼就對啦。講歹勢，真正找無誒，無你明仔載來這，我就去變看賣，有我明仔載來互你，安尼。路線做就條講有愛就對，就差不多啊，奇奇怪怪，差到內底咧，就成功出來啦。成果出来讲爸爸，你叫爸爸叫阿爹，真系叫阿爹啦，这个人叫阿爹啦，阿爹是啥物代志啊？安尼啦，家就这件代志和成哥讲，和成哥讲安尼，阿爹，你后甲这来休息，这我来处理了，安尼啦，这路线做来讲，来，我要这4样药，你有看，和成哥就讲这4样。是讲富足住好，加和善，地进香姜，顺气汤，有利合谷，消毒饮，加油免车，化气丹。有先做听听，够赞的啦。这大人啊，就讲话客气就出来了，对啦。别人各位先生你要看你也去参一个无求道的啦，无咧听道理的啦。各位先生，你参伊讲话足忝的啦，因为你讲道啥伊听拢无。敢是安尼？真诶咧，袂客气啊！像我较早咧读易经啦，我讲诶内底就拢易经啦，就2个坤道嘛拢研究易经啦。这摆转去因菜市啊，都隔壁都卖这物件咧，有名就讲啥？讲易经啦，讲到你都讲4点外钟啦，边仔一个太太在听，你个无读易经诶啦。你嘛足厉害咧，我伫遐听4点外钟啦。好奇怪咧，你到底讲啥讲4点外钟，我人听拢无啦。就是我不投机啊，办事多啊，咁是啊，咱别大行诶讲得讲变去啊，人讲欢喜甲，你讲易经讲欢喜甲，伊迄个外行咧听无听熟悉咧。所以你看有钱做别大行诶，有钱讲别大行诶，到这个你看这信息就造出来。这个信息大概意思讲富足住好家和善啊，咱家庭啊要和乐，爸爸一定爱煮爱鱼啊，是大人啊，是咱头一种囝。囡仔咧，一定要友好是大人，这上个基本。各位先生是安尼。你讲我爸爸妈妈无钱，我免咧友好，我就跟你讲，加道我人，加讲我课，加做代志我是无意思，这个功德拢会互恁的爸爸妈妈，你嘛是友好，咁是安尼。是这个啊。我是咱交代一个咱若要念经，若是道人，若是要回向你就该做回向的动作。你嘛拢无回向你讲我爸爸会收着，我妈妈会收着，你无回向，伊要怎收着？敢知？包括咱迄阵是疫情的时阵，大家拢伫厝里念经，念经到尾一定有影响。我讲来是咱做一个交代啦就是讲，不管你是道德人、道贵人，还是讲有啥物道德咧回头，你在双手合掌，讲老母慈悲，地主还是信女，我今日道一个讲着，我要回向我的爸爸，还是我的妈妈，还是我的阿公阿嬷，敢知影？你一定要讲我咁清楚。因为你有道德了，你要回向啥讲我清楚伊较对对。你若无回向咧，各位先生，一对一对，为什么？因为咱这无用的空间做一个无形大德咧，咱看袂到尔，做一个。因会使讲对来，甲人去抢，大家去抢。
哦，这个比如啦吼，就那是讲妈妈煮一做好的物件，做好食物件。你若感觉倒顶咧，恁兜无6个囡仔，饲我来吼，准备要请要食对不对？你讲别动哦，这边有爸爸食的哦，你就拢别叮当啊，是这样子，就是你要交代嘛。哦，你交代别叮当，唔敢叮当啊，咱爸爸来请你来，好了，来，这人一地啊，我叫互因食。哦，咱回想嘛是安尼，哦，还有一种回想唔好安尼啦。无安那你毋知啊？我回想给啥？3000代先世界的资本啊，无形大德，各位先生，我讲伟大啊，你茫我大要大呀，敢知？哦，因为你有可能10分咧讲着尔，你要学生啊，3000代先世界，你讲分，我嘛分一点点啊。我一个比如啦，咱是讲我一个大饼有我咧做饼，吼，大饼1斤的啦，吼。哦，你要1000个人食，各位先生会赔3斤的。大家都啊，我是这回合比的啊，我讲是，你讲我这大饼切的，我没有啊，我要爸爸食这大饼就做欢喜的，都伊的啊，安尼会晓回用的，我看咱都是这样回想，咱就安尼回想，你就爱啥，指名道姓，我没有啥，伊就听会到，所以这个啥，老爸一开始我是啥，后年就是后一组囝，囡仔一定爱啥，希望是大人。所以咱爸爸妈妈搁伫咧，上较重要，一定要带伊来求道。咱老先生常讲啊，迄个啥，爸爸妈妈是上伟大的、最直接的人，咱唔道伊是搁要道上啊，真经的咧。所以我真该去郑州，咱迄个台湾郑州，郑经理伊了有一个类似活动啊。你看迄囡仔拢20几岁尔，21岁、22岁，有够好巧的就对啦。你敢知伊要安怎进销？我感觉进销袂歹，是咱讲大家这堂课啦。因为有一个花艺组，我们去带动，就是詹经理因的孙啊就对啦。伊孙啊是花艺组啦。拄仔要去郑州，买啥物音面啊？讲有去郑州，去有甲囡仔护士办，我去帮办。你感觉因遐讲师安怎带动？一跳到你的怪怪嘴啊，红点因遐带动较好的，安怎讲你敢知？迄阵我会啊，都加大个，大细人老啦。伊讲你就想要做好无？伊讲有，伊讲有，毋是用嘴讲的，他是拿实地去做，变怎做？因讲过日到啊，大家拢倒去，倒去了啊，甲爸爸跪下来，甲爸爸啥洗脚。安尼甲妈妈洗脚，因的要求就是安尼，实际就去做了所以因讲成为一个主曲就对了啦。这摆大家就转去啊，迄主曲我一定准备好啊，除夕夜时阵，我要甲阮爸爸洗脚，要甲阮爸爸洗脚，要甲阮阿妈洗脚，可是咧，唔敢做。各位先生，今仔我叫你去甲爸爸妈妈洗脚，你敢袂？你爸爸妈妈可能妈要啦，你是欠钱啊，欠偌济钱讲得啦，我讲你安尼，恁真正做呢，有一个叫碧玲的，碧玲的小姐，伊就是迄个护士团的负责人。你敢知伊有要做一件代志，爸爸妈妈洗脚，就伫遐想，我等下是要怎跪落啦？我敢知打想着讲我要怎跪落啦？伊偌厉害，你敢知用咱做少个礼呢？就做一跪，就真正跪落呢。伊要跪迄个，你敢知伊学偌久讲100几届啦？时间较袂够嘛就200斤做一跪后就当做爸爸妈妈。妹妹就讲姐姐你用啥？来，咱两个，你洗爸爸，我洗妈妈。来，咱我要跪，做一跪，讲一下练这步是100几届啦。其他水一定囥伫边仔插好势啊，安尼啦。这摆就除夕夜食饭饱，足紧张的啦，插妹妹就出来，就爸爸妈妈坐伫遐，就真正就开始画